你會唔會估到一個 AI 回測 ETF 同基金策略總回報13.74%，同期恒指負1.71個百分點？今日我哋用 SLF886 AI 回測拆解 ETF 基金篩選策略到底強喺邊，同埋有咩位要小心。呢個策略核心好清晰，以 ETF1及基金動能思選為核心。優先挑選近3個月表現較強的最多30隻標的，捕捉跨市場資產輪動機會。簡單講，就係用近3個月動能去揀最強嘅 ETF 同基金，最多30隻標的，再跟住資產輪動去調倉。睇數字先，總回報13.74%，恒指回報下跌1.71%，跑贏基準正5.45個百分點。夏普比率7.48，最大回撤2.93%，勝率8%。SL886頁面嘅 AI 評估主要優勢包括年化回報率13.74%，表現優異；夏普比率7.475，風險調整後收益極高，但弱點都好直接，勝率僅8.0%，極低依賴少數大額獲利交易。持倉列表與聲稱的12個持倉不符，僅列出5個，數據可能不完整。唔係淨係 headline 啊，頁面有完整交易記錄，目前約25筆交易，持倉約12檔，仲有投資組合歷史快照同構成變化，方便你逐日追蹤 AI 點樣調倉。再睇持倉狀況，表現最好嘅5隻係：第一 Global X。亞洲半導體代號03119，未變現回報約20.5%。原因基於 ETF 篩選策略 ，Global X 亞洲半導體03119為候選標的，流動性高且3個月回報穩定，當前現金充裕。第二，富邦台灣半導體代號03076，未變現回報約11.4%。原因富邦台灣半導體為流動性高、回報穩定的 ETF， 且近期3M 回報表現佳。第三，南方中正 5G 代號03193，未變現回報約17.3%。原因基於 ETP 篩選候選3M 回報聚焦，南方中正 5G 被選中，符合策略優先篩選回報穩定標的，當前冇持倉。第四，三星環球半導體代號03132，未變現回報約14.8%。原因持倉14天，獲利15.57%，已達目標獲利區間，但趨勢尚未明顯轉弱，部分賣出鎖定利潤，保留部分倉位以博取後續漲幅。第五 Global X 標普原油代號03097。未變現回報約5.2%，原因該標的為 ETF 篩選策略候選，符合流動性高、回報穩定的優先選擇原則。當前無持倉，現將充足。呢5隻大部分係半導體同科技通訊動能，就係今次組合跑贏恒指嘅主要引擎。審查交易邏輯，提升勝率，避免過度依賴黑天鵝事件，驗證夏普比率計算。排除數據異常，記住高回報唔等於可以直接重倉，回測亦唔代表未來表現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可導致本金損失。想自己逐個 AI 回測策略比較，入 SL886 財經網 AI 回測專頁，睇權益曲線、交易時點、持倉同 AI 行動建議。留言話我知，你想我下一條片拆解邊個策略。